同大家分享個好消息啊！嗱，記唔記得3年前咧，樂哥去探望一位盲人媽媽嘅粉絲啊？佢生咗 BB 啦，馬上咧寄翻盒燕窩仲有阿膠俾佢先得。仲記得第一次喺湛江見到佢嘅時候咧，印象真係太深刻。咁瘦弱嘅身軀，孭住一個1歲幾嘅女喺門口度等我。佢屋企嘅環境咧，確實係比較困難嘅，甚至乎仲喺度燒緊柴火做。你好難想像一個盲人帶住小朋友有幾咁艱難。更加難想像嘅係，佢居然一直係用聽手機嘅方法去支持緊我個直播。見到佢買咗好多個推薦嘅產品，嗰一刻自己覺得真係何德何能有粉絲會咁信任同埋支持你。我幫佢完成咗心願，同達哥打通咗電話傾下偈。睇你好嘛？亦都幫佢個女買咗好多嘢，仲送咗台滑板車俾佢。我冇幫佢㗎，佢自己行嚟。嗱笑啊，嗱開心。我第一次喺佢嘅面上見到咗笑容。後來我同呢一位盲人媽媽一直都保持住聯繫，我送咗台新手機俾佢啦，教佢點樣帶貨去賺啲收入。而佢每一年呢都會寄一箱自己種嘅連江橙俾我。今次個女女出世呢，當然希望表達啲心意啦。燕窩同阿膠呢對女人特別好㗎嚇，亦都希望呢位盲人媽媽越嚟越好。